国内关心宝林地下发生这个敢若是食物中毒的案件，目前已经有2个人无命，另外5个人重症，要伫交病房咧观察，这引起呢全台乡亲的关心。法务部表示讲，目前大台北地区3个地检署拢总交侦当分工合作，除了即时保全证据以外，送检体送验部分嘛拢优先的处理，也就是讲要伫上紧的时间内调查案情。若是化验的结果是食物中毒的话，那呢宝林地下负责人李丰宪有可能被转为被告，相当会使判无期徒刑，罚2亿块。台北市信义分局辖内的宝林茶室爆发了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检警呢查扣了关键的监视器画面，这2天都在做分析比对。消费者食菜食到送病院，佫造成2个人死亡，5个人性命危险。食物中毒的风波，北检派民生专组的检察官约谈4个证人，包括地食的负责人、店经理、店长，佫有总铺。当时查扣关键的监视影像，确认是毋是同一个人煮食，佫有流程，包括食材进出货，佫有餐点。环境的体检嘛真重要，除了总铺的双手，佫有刀仔甲菜店，拢已经采集送验。3个地检署拢总动员北检委食安法签分他日案来侦办。2个死者交予新北甲士林地检，目前是非必死伤日案。伫咧同一天早起，针对2个死者做验尸，希望会当量早查明。法务部法医研究所会会同疾管署，还有台大龙总的毒物检验中心共同来查明死因。食安法规定，变质也是歹气、有毒也是有有害健康物质的食品，若是确定是食物中毒，负责人李丰宪可能会互列作被告，相当是无期徒刑、罚金2亿。地主人重伤的部分是2年到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当1亿5千万。若是互判定过失，是2年以下徒刑、拘役，也是罚金600万。业者相关人士有可能会构成过失致死的刑责不过因为食安法属于特别法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如果合乎特别法的要件的话，还是会特别法优先适用。检警除了手头的证物，嘛会继续来分析比对。即马上关键的就是化验报告，只要确认，就会开始第2波的约谈。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